好啦，2019年 DSE Period 2嘅第44條啦，咁就係計一計個標準分嘅。咁首先至少要記得個標準分個公式啦。咁其實就係 X 咧，就係你個分數係幾多，即係你考試原本個 data 原本個數嘅係幾多。咁個 μ 咧就係我哋個平均數啦，呢個係你個平均。咁呢個炸彈仔 sigma 咧就係你個標準差啦。好，咁而家可以代一代啲數字入去啦。咁應該同你講咗個標準差係8分啦。咁小麗個考試得分係69啊嘛，咁所以個 X 就會等於69啦，而個 sigma 就會等於8。個標準分咧就係0.5，標準分就係計過你個2set啦，個2set就等於0.5。咁換言之，可以將呢3個數據代入去啦。2set等於 X 減 μ 除 sigma 啦，咁你2set就係0.5代入去啦。等於個 X 即係個數據就係69啦，都可以擺入去啦。69再減翻個 μ， 個 μ 即係你個平均值，今次未有啊嘛，咁所以擺咗喺度先，減翻個 μ， 再除翻個 sigma 即係你個標準差，就係8代翻入去啦。咁即係話你0.5乘8咧就會等於69，再減翻個 μ， 咁所以 μ 就等於69減4就會等於65咯。咁計到個平均值之後啦。而家佢知道個標準分，另外一個同學仔偉明佢標準分係-1.5啊嘛，咁即係話你去將個標準分再代入去啦。今次個2set係等於-1.5，咁所以-1.5咧就等於個 X 減 μ 再除 sigma。咁啱啱計咗個 μ 個平均值係65啊嘛，而個 sigma咧就會係8嘅。再睇多次啦 ，sigma 喺度，個標準差係8，咁所以代翻呢個8字啦。咁跟住我哋個 μ 啦，啱啱計出嚟個 μ 係65，所以擺翻呢度啦。我想計佢個考試得分啊嘛，亦即係我個 X 係幾多啦？咁即係想解一解呢個方程啦。-1.5乘8就會等於 X 再減翻65啦。咁所以 X 就會等於65再減翻1.5乘8啦。咁答案就會係53啦。咁所以答案就係 B 啦。